来看艺人戴志源哦，之前伫网络铺文批评讲，中正纪念堂甲树仔撤掉设食分区，上过含咯。虽然中正纪念堂是强调讲食分区伫民国98年就有咯，撤掉树仔是因为这个树仔喂着病。也毋过中正纪念堂今仔早起嘛，甲园区内最后一块食分区的告示牌拆掉咯，开始全面禁薰。 相片内底几啊张大樟树仔拢去互撤掉，规个光噜噜。艺人台志源伫社群平台真生气发声，讲中正纪念堂竟然撤树仔，搁设置食薰的区域，批评有关单位这个举动是喊呱呱。我前几天看他在砍心，好像好痛哦，怎么会把树砍掉？不过台志源去到心光火道，可能是误会一场。实际上去到现场，去互撤掉的树仔是因为去感染到合金病，所以撤掉。 甲原底发觉真乌的树仔撤掉了后，看落加真空旷。嘛，这后民国98年已经设置的食薰区，看落更加显目。他不是为了砍树，是树有病砍了啊，这个原本就有的，西安区原本就有的。哦啊，现在又开始禁烟，这也好啊，就禁掉了。中正纪念堂回应讲，树仔的合金病是树癌医袂好，为了避免大丛的树仔向倒去，所以才甲树仔撤掉，做土白的消毒。 为了营造无食薰公园的环境，已经甲食薰区为3大缩减做剩一区。即个风波过了后，12透早甲上尾一个食薰区的牌仔摕掉，嘛代表全面禁止食薰。这些单位它可以依照自行的一个评估来进行就是设置的一个需要。那如果说它未来有规划要设置的话，那它可以跟卫生局这边就是进行申请，就是我们到现场去做辅导。 中正纪念堂园区管理机关是文化部，照《薰害防治法》会当设置食薰区。不过，即马结婚的意识发展，要是有民众认为安尼观感无好。台北市卫生局表示，食薰区的设置爱符合相关的规定，亲像爱设置明显的标示，或者是袂当设置伫个人员来去的经过的所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